有啲人成日都好羨慕人哋，哇！你20幾、30幾歲好鬼有錢，好富貴，一早名成利就。我自己呢，可能30歲、40歲仲係苦難多多，仲未一事無成，又未有錢。咁但係你唔好以為嗰啲名成利就好早期嘅人就一定好。我講個古仔俾你聽。香港嘅人大部分早一輩都識有一個叫做羅兆輝，人哋叫佢陳同輝。10幾20歲賺好多錢，20幾30歲同所有10大富豪一齊玩，大把錢，但係最後呢，你去自己睇翻報紙，最後過得唔好，不得善終。點解啊？有啲人好早富貴，唔代表你一世都係富貴，因為錢可能喺你早段出現，但係你守唔住，之後仲慘。你以前有錢，而家冇錢，落難仲慘，捱唔過。反之，你而家覺得自己仲係未開始，仲係磨難多多，但係你仲有將來嘅日子。富豪係後期，可能40歲、50歲先至名成利就，反而佢嘅錢仲守得住，仲可以細水長流。所以你今天未有，將來你可能有嘅時候會嚟得更珍貴、更珍惜。